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今日7月22日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几项上要紧的新闻事件。咱看到讲中华又搁出现一组禽流感，这是丰原的饲鸭场，这也是中华头一场饲伫咧水底生活的精生得出禽流感的不幸。南市有民众去邮局用存款机寄钱，其中一张1000的期待无要收，警方查明应该毋是假，是有的银票。昨香港元朗电车站竟然有几名人士出手拍遐参加游行线要倒转去的民众，拍甲重伤。中华关今年已经连续逼出9站的鸡仔济禽流感，这2日咱阁出现一组案例，是伫咧咱丰原的饲鸭场，这也是中华头一场伫咧水底饲的精生，就是讲鸭啦、鹅啊，即落互出水禽的来逼出禽流感的不幸。昨已经将1500几只的肉鸭做一摆灭掉。中华关动物保护防疫所嘛呼吁饲水禽的业者，咱着要较斟酌的。防疫人员到中华丰原的饲鸭场，感染到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的肉鸭，拢总1531只拖去台。因为这是中华关今年头一间饲鸭场着禽流感，屠杀了后的环境消毒工作也做甲正认真。它有一个 H5N2 新型的这个高病原禽流感，那因为禽流感病毒在肉鸭场的感染有可能造成不显性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饲主或兽医师没办法在它的临床症状看得出来，那鸭只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状况。彰化县动物防疫保护所表示，自6月底到7月初，彰化县发生真侪件感染禽流感的案件，所以在7月12日之间，去调边各案附近的鸡寮、鸭寮采样化验，在20日间嘛确认丰原这间鸭寮嘛染病。水禽场有可能是不显性感染，那在陆禽场它是有可能有症状的出现，所以我们在整个监测上，不管是主动或被动的监测上，我们就是会针对这个方面来做加强。彰化县今年到达已经有10间禽场着禽流感，其中9间是土鸡仔场。不过鸡、鸭这款水鸭，若着病是袂有明显的镜头发作，主人定定失觉察。动防所嘛提醒饲鸡仔鸭的人，若发现鸡仔鸭咧食、啉水，也是饲卵有怪怪款，就要主动通报做检验，避免疫情扩散。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看台南的天狗热防治中心早起公布讲，加2组天狗热在地产生的患者，台南到今拢总已经14站的案例咯。新增加这2组是共家人住伫咧东区庄明里，也是伫咧东区一位伫咧纪念英国来的传教士巴克利牧师，迄个巴克利公园管的教的范围内面，为着公共卫生的安全，自今日起，咱巴克利公园暂休2礼拜，无要开放。防疫人员事先来台南东区巴克利公园做化学防治工作，因为这个地点有可能变做新的感染源。台南市天狗热防治中心22日公布2件新的案例，这2例是白仔囝，一家口6个人住伫东区庄明里，厝内另外4个人除了一个爱搁做第2遍检查，其他拢无科技的镜头。嘛，因为活动范围的公园甲台南第12例有相共，台南市府会有风险休园。第12例呢，同样的都有这个附近的公园的这个运动的活动史。巴克里公园呢，其实大概这个疫情呢，在报告市长之后呢，市长才是要考虑休园哈。另外，高雄嘛加一个本土型天狗热，是前地区西山里60多岁查甫人，但是感染的是第2型的天狗热病毒。
甲目前高雄市流行的第4型无同，要继续观察是毋是摊开。高雄市政府强调，若是第2型甲第4型同齐大流行，恐惊会造成交叉感染，当前的风险较悬。那对于相较104年第2型的大流行，总共感染人数19723例，死亡人数112例来讲的话，今年有可能在重症跟死亡的病例比例上面呢，都会比104年来的严重。因此，在社区环境的一个整顿，特别在雨后48小时里面，我们呼吁一定要确实的动手。因为这几天南部地区一直在落大雨，积水的容器真多，政府嘛呼吁民众甲社区要做伙来避免摊病房愈生愈多，让疫情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讲台湾铁路局，车若驶到上尾一站有慢超过5分钟，安尼这大车就是讲做慢分。结果去年一冬加强落去，慢分的比例平均测说10年来上界悬的。啊，就学者指出讲，你像这项啦，佫有代替伫咧修理车、修理机台，嘛无标准的作业程序 SOP， 拢是师傅伫咧驾驶啊那尔。像这种种的问题，拢已经显出讲，代替的品质若要进步，已经时到一到，袂用得无改革咯。台北火车站内面的人客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要赶车，代替火车的准点率伫咧去年搬到9成8，创10年来上低纪录。去年总5点的时间累积到52万9000分钟，平均是每天5点1000多分钟。那一次是说不确定发车时间，最后到达公司的时候比预定时间晚了1个多小时。旅客不守规矩，上的人不让下，那你一站误2分钟、3分钟，那你10站呢？那你一天累积下来当然好几万了。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台铁伫去年定定看到5点原因。主要甲硬体设备故障有关系，第一位是车辆故障1成8，第二位是后置故障将近1成5，其他也有天然灾变、败马也是定定看到原因之一。不过根据台铁局的准点率计算，列车到终点站时阵，5点伫咧5分钟以上才算是5点，引起外界质疑是5分钟的差不多文化。那你这个差不多的心态，你会表现于各式各样的地方，例如人力上。设备上面，它是按照师徒制，师徒制就是说我今天我师傅跟你说我这个该怎么修，我怎么修。人力不足来自于人流不足，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铁道学会指出，台铁维修也依靠速度制，欠缺 SOP 标准化的风险类控机制。无论是准点率降低、人力无够，拢反映出台铁局长期伫咧交通部之下组织定位无明确的问题。希望交通部会当正视台铁体制改革。记者综合报道。铁路局讲完，咱换来讲飞机场。桃园机场第3航空大楼主体工程，顶月日又标无出境。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这边嘛证实讲，都因为设计了有较复杂，拢无厂商有意向要来标，因会赶紧改变设计内容。月底嘛紧向交通部来报出新的计划，目标同款是俩公元2023年的年尾，看有法度完工落成无？流动的真有造型阿鲁米钢融入厝遐意象，呈现出亲像花海的美景。透光的设计会当节省照明，并且降低噪音。这是桃园国际机场第3航厦的模拟动画。特殊的设计来自英国真有名的设计团队。但是6月航厦主体工程第3度流标，桃园机场公司证实设计图真复杂，必须要调向简化的方向下手。这个要简化了，就原来太复杂了，太贵了。这个设计呢，已经3-4年了哈，所以任何的简的话，都会牵发动全身啊。今年初行政院才调关第3航厦预算，总预算已经来到789亿。完工的时间按算伫2023年底、2024年起营运。金流公司表示，预算无可能过悬，完工的时间嘛希望卖过前。除了简化设计图，卖修改发包的方式改做通包，希望加快进度。但是桃机目前每一年增加200万名的旅客，就算第3航厦有影伫4档后完工，伫这个过渡期，机场嘛是负担不了叮当。5年之内，我的旅客增加1000万，那我还是要让旅客进出啊。比较务实做啊，是北廊厅啊，北登机廊厅跟机坪先做。机场公司直接讲，设计若无改变，就无厂商敢投标，会面临起袂落去的情形。一旦进度前掉，会致使桃园机场塌机的情形更加严重。这个月底就会向交通部提出调整设计图的因应计划。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政府咧推动都市危险较旧的建筑加速重建，这奖励条例内面，一平的土地会用来起几平厝，这款容积率的算法有加10%，要当作鼓励。是讲每年这个10%的奖励期间就到期咯。内政部是按算自安尼要测，无要搁延。啊，毋过吼，原来提出新的条件来助赞旧楼仔厝登记，帮助都市更新的进展。象征一切缘和吉祥。台北市头一件轨道建案伫咧6月开工动土，资本处零47栋的2层楼高的楼具公寓，会变成地上10层楼高的高级电梯大楼。轨道条例加速楼厝重建的效率，但是即马传出讲，因为条例当中10%施停用一奖励要伫明年就结束，内政部目前建议轨道接轨途径各项方案，无排除和轨道案接轨途径案的时阵，会当无受途径基地上小面积的限制。危险就是要赶快把它解决掉嘛，那它又没有赶快解决掉，那你现在又把它延长又跟都更这样的合并的接轨，那都更的本来的精神又有点受到这样的干扰，好像就有点觉得不是太理想啦。即摆的轨道条例，包括外界有都讲是快速版的途径条例，因为轨道条例无限制申请厝的基地面积，只要8%的土地含建物所有权人同意，小基地嘛会当重建，而且重建了后，厝的悬度含建蔽率拢有一定程度的放零，用一奖励嘛真明确。地契税含房屋税减半征收，上长会当达到12年。房市研究机构就认为，未来若是放零都市更新上小划定面积的核定，甚至讲取消限制。会当增加途径的意愿。整合上面碰到困难的也现在看起来有重启的生机。不管是重新来谈这个都更条件，或者是把不同意户排除在原来的这个都更划定的范围内，其实都有很大的机会。相对来讲，对于未来的这个推进有很大的帮助。房市研究机构表示，虽然未来的轨道案、接轨途径案无一定拢符合都市整体的发展和景观等等公共利益的需求，但是对不愿意参与更新的地主，也是想要用机能地来卡开发的人，会当因为安尼被挖出来，和途径案的推动会当更较有效率。记者综合报道。现主时政府嘛拍拼咧推动双语国家的政策，教育部积极咧培养。国中、国校内面有在调用英语，搁去教别科，迄款有2种专长的老师。啊，毋过现主时吼，就有咧培养未来的老师。即种大学的校长出来讲，但即马有在调教大学生用英语搁去教别科的教授，就还搁真有限咧。教育部应该就要增加一寡这方面的师资较有影。学生用英语介绍学校，政府宣示2030年要互台湾变成双语国家，全台湾各县市嘛陆续有学校导入双语教学。教育部嘛和国立间师资培育大学合作，按算108学年度要评选头一批双语的师培生，要有英检中高级初试，通过至少10个学分全英语课程。但是举例来讲，要培育用英语教自然的国小师资，教授需要有科学教育相关的博士学位，搁还会当用全英语来教国小的课程、自然科，这种下定型的人才比较难找。没有困难，那真不可能。就好像刚开始我们推动这个用全英文这个教学的这个课程，刚开始大家也觉得这有点麻烦，但是这些教授们大部分他们也发现说，参与了这个以后，接着得到很多好处。我的看法是我们有这个条件，真正的问题就是缺乏这种使用的这个机会。中国台指出，各学校大部分会找海外等来台湾的学者开设双语师培课程，但是政策若是要落实，嘛是建议要营造双语使用环境。国北教大是认为，目前大学这边有双语下领域教学能力的师资有限，希望教育部会当持续协助精聘相关的师资。设立了8个教学研究中心，他们分别就中等、幼儿跟国民小学研究发展，就是教材专有的名词。108学年度就从今年的8月1开始要上课，已经有10所了。那我们另外还有10所的学校，他们在盘整109学年度，它应该会陆陆续续的相关的师资会准备出来。教育部指出，全台湾50间师培学校，包括台师大、国北教大、中教大在内，有10间学校导入全英语教学的师资培育课程，嘛补助台师大和中师大等8间学校成立全英语的教学研究中心。目前双语师资重点教育是教英语和数学，国小是数学、自然、艺术这门科目，期待明年会当有更加侪学校导入。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讲，今日早起，环保署环境影响评估专案小组当伫咧审查氯氢的粪大的计划。台湾化学纤维公司有提出改善环境的变更内容对照表，内底原来有提起讲，因会改善原料槽仔内面排出来的空气，佮有有机的污染这几项。不过环保团体是讲，要变更内容，应该就要提出更较详细的比较甲分析。恁遮的环评委员就唔通对氯氢放水哦。环保署环评专案小组会在审查氯氢扩建计划台湾化学纤维公司合成分厂所提出改善空气品质的变更内容对照表案。台化委托的顾问公司报告表示，推动除槽排气改善，佮有热煤油锅炉改烧天然气，会当减少空污排放。都有相对应的一个减量啊，所以这部分我们评估起来是对空气品质这边是属于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哦。环保团体质疑，这个案看起来敢若有污染减重，但若是计算规个氯氢4期无共开发案加起来排放量，恐惊已经超过原先环评协定量。现在每一个厂加起来的环评量是超过环评结论大约2倍。那这个问题不解决，它的减量就是不是真的。环团嘛，不办有变更，应该提更较严格的环境差异分析，唔是用简单的变更内容对照表，呼吁环评委员唔通放水。每次就是这样数字调来调去，然后你们就都用对照表让它通过，真的会让人家笑说，真的是临去秋波大放松。我们也有判断，有些哪些地方不太适合做变更内容对照表问题，也提出相关的质疑啊。好，那今天这个我还是尊重重技术所提出来的。主席强调，委员拢有严格来审查，毛环评委员不满对提出的疑问，台化定会以教科书内容来回应，而且所提出的空污减量数字无清无楚，自己是不是想要转过去？嘛唔知影咧创什么物件。毛委员认为，这个案对更新广线甲设备所带来的风险，台化评估明显是不足，嘛无清洁。记者林同明单撇录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蔡英文总统结束头尾12天自由民主永续之旅，已经回来到国内了。头拄啊，以后伫咧桃园机场针对这边访问邦交国，佮有往回2逝过境美国，得到什么款的外交成果，发表一番上盖新的谈论。透过实地的走访，更深入的了解友邦跟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合作关系跟情谊。我们也看到，同样是新兴民主国家的友邦，他们跟台湾有类似的历史经验。我们就族群的议题、民主化的议题有很多经验的交换。那么，比如我们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的事情，也得到我们友邦的关注。那么，我也感受到加勒比海的友邦虽然规模都不大，经济规模也还在发展当中，但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当中都落实下来了。咱今来看台湾民意金会上届新的民调，共有5成因的民众肯定蔡英文总统这边出国访问的表现。另外，佮调查出讲，台北市长郭文天若有落去选明年的总统者，拢总3卡咧拄韩国瑜的支持率是上悬的。啊，若敢若蓝绿两边对决，蔡英文总统是会提到45%。占较赢面。台北市长郭文天一直无开嘴讲，敢是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所变作影响哪里布局的重大变数。伫哪里候选人的结果出来了后，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显示，郭文天若是要参选，3卡拄的局面是韩国瑜赢过蔡英文甲郭文天；若是蔡韩对决，是蔡英文有45%的支持度赢过韩国瑜的40.1%。台湾总统选民对于究竟谁会当选2020的台湾总统其实是看法分歧，莫衷一是的啊。那但是目前多数看好韩国瑜。柯文哲如果参选，一定会影响这整个盘势哈。那选民在期待他进来，是希望变成他支持的候选人，还是去影响？这整个盘势的发展。伫咧总统蔡英文参访的成果方面，民调显示，超过5成1的民众认为这届参访对提升台湾国际地位有帮助。啊，不过一向对蔡总统有真侪看法的前立委林斗水却无安尼感觉。大多数的国人都认为，蔡总统到非洲之行对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没什么帮助。这次到美国，这个结果就不大一样。所以显然民意是反应是不同的。你再怎么样有改善，
比人家一个小国的部长到美国去的待遇都不如，那这个是我们的政治现实。另外，民调用渐冻人动来进行调查，发现支持哪里的民众加起来超过8成，中央选民敢若剩17.5%。刘英龙分析，若是官文特别5万中央选民可能会失望，因为哪里扫人选了后，若是无有意义的第三人选出现，选民真紧地向哪里来挖过。认为讲官文特家的，若是想要参选，就要把握这段时间，因为是上后尾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台北市长郭文铁这2天安尼，拿棍啊跌，日棍啊跌，伫咧网络顶头声势唱真悬，外界拢解说讲，这就是伊要参选2020年总统的动作，上介紧8月就会宣布。是讲郭市长讲吼，毋免有遮尔济阴谋来甲看待，伊就是有话直接讲，伊拢做伊家己那尔啦。为什么设计出来的东西要多200亿才盖得到？摆明就是要追加预算。这还有什么好讲的？你为什么允许它发生？主事者是谁？出来！郭文铁参加两岸交通研讨会，打开喙就先宣讲，桃园机场第3航空大楼的设计甲预算是差真济，应该有人爱出来负责，个性共款嘛是无改。最近郭文铁免拿赢，佮选定赢，网络的声势是冲起来。根据中国时报上新的民调，第3卡拄参选的局面，韩国瑜是头先，郭文铁排第2名，赢过蔡英文，支持率变悬。毋过郭文铁认为，中国时报的民调是有阴谋论。这就是阴谋论，你知道？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不要把柯文哲想的，我每天那诡计百出，他就是引诱出来选而已，那有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你用卡达夫修，你嘛知道？郭文铁最近的代志，去用讲是要参选2020的准备，无聊嘛讲上紧8月份就有答案。为着要增加媒体的能见度，郭文铁最近一直正民进党，佮加着进前相注册案件，嘛互郭文铁真不满。而且南海集团伫7月22日嘛伫报纸刊广告，批评投信会退回开发案，是因为惊中国再来甲因污蔑讲是政治抹黑、非法退回。厂商也不会平下摸尾就走了，他一定会去看告啦、假处物。不过我也听到那种阴谋论的，也有人跟他讲说，你就稍安勿躁嘛，反正等选举完，那个该你的还是会给你嘛。相注册案件去用卡掉咧，选举进前的时机真敏感，今是要参选郭文铁嘛，搁咧思考。针对朱立伦表示，若赢无团结，郭台铭若是出来参选，国民党就害呀。郭文铁讲，若是台湾无乌有去，就会当。郭文铁搁趁机会给韩国瑜讲，大一参选总统进前，爱先甲市长选举的补助款讨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市的宽南市场，早起举办菜市啦、果子啦，才会打头抽扣啊！你要排队，伊要排队用抽的，毋过现场煞起冲突，因为有真侪打头家下底啊不满讲，新的市场卡路设计了就无好，去遐抗议，呼吁讲扣啊先停止卖抽啊啦。花乡一带有布条啊抗议，煞予警方阻挡，爆发冲突。这是因为22早起，台北市政府举办宽南市场蔬菜果子的单位抽签，但是真侪摊商不满动线设计了无好，单位会真钱，所以去现场呼吁停止抽签。你不管那几台是我们的公民权。之前有提出5摊并4摊的方案啊，但是因为愿意上4楼营业的摊商的数量。经过调查，仅有4位。中继的部分有6处12部的电梯，永久完成的时候，有27部的电梯来协助做垂直的物流。台北市开55亿改建宽南市场，第1期的工程按算伫今年10月完工试营运。市场处配合中价市场搬迁进驻，已经完成695单的抽签，只干剩蔬菜类361单，阁超未好势。摊商2代发起联署，得到329位摊商的支持。上大争议点包括1楼的北地上下，大部分的摊商唔愿意去关楼站，烦恼讲生理会受到影响，以及稻埕口底主本40外个缩减到只干剩4。但是尖峰时间出入口会大拍价。我们没有办法出声的原因，是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会长，然后我们的代表，他们开会的时候去决定。那我有跟他们提过，说这设计好像不太对。市府抽签作业如期举办，现场有蔬菜果子大的业者来参加，但是嘛承认讲改建的动线设计了无好，这是事实。针对于摊贩这个下货物的空间无够，市政府强调讲会调整使用面积，要看会府10月起营运。市府强调讲会积极协调，顾虑到全体摊商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
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昨下晡搁再举办游行，落尾嘛有一寡抗议的民众去包围共产党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的联络办公室，结鸡卵喷擦。尾仔警方有出来震动骹手清场。另外，伫咧云龙这个电车站，竟然有穿白衫的人出手拍遐游行线要倒转去的民众，连议员甲记者嘛去互因拍着相。有一阵穿着白衫、手提着残酷的人，伫车厢内对民众一直喊，连香港立法会议员林道廷也受伤。离议案差不多10点外，这名穿白衫的人出现伫咧元朗西铁站，对拍拄则被警方强制清场了。准备要坐车转去做反送中游行民众，有真侪人被拍甲受伤流血，也有一名香港的女记者伫咧现场做直播时阵也被攻击，至少有45个人受伤，1个人有性命危险。非常之野蠻同埋暴力嘅行為咧，係已經完全違反我哋香港嘅文明嘅底線。警察是一直到白衫人攻擊了1點外真久才出現。有民眾講，卡幾多遍電話報警，攏無人接聽。香港嘅立法會議員林道廷也譴責警察無盡了保護人民嘅職責。第2案，警方甲示威民眾伫咧離中聯辦差不多1公里外嘅上環地區發生激烈嘅衝突，警方發射大量嘅催淚彈，也個手人證據要趕人，現場正混亂，幾多人被逮捕。警方甲民眾嘅衝突愈來愈嚴重，是因為這邊嘅抗議目標第一遍變做北京主管機構中聯辦。第721大遊行結束了，有上千名嘅民眾無離開，去中聯辦包圍，用黑色嘅噴漆噴中聯辦嘅看板加中國嘅國徽，被警方強制清場。W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stop leading Hong Kong toward the brink of destruction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to bring our city back to a path of a united, democratic and free, just society. 港府發言人伫昨晚發表聲明，講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機構，示威者行為公然挑戰國家主權，會依法來追究。而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加中聯辦嘅負責人也發表聲明，因強烈嘅譴責示威者，講這種行為結合着一國兩制原則嘅底線，將會嚴懲犯罪分子。個分別咧，其實係我哋今次嘅目的地其實係中聯辦，咁所以咧我哋已經唔係覺得香港政府已經話唔到事啦，咁所以我哋咧直接向中央嗰度提出我哋請求。其實有少少施壓咁樣啦，雖然呢一步有啲危險，不過我哋覺得已經係行到最後一步。面店表示，若是這邊林鄭月娥擱再無回應民眾嘅訴求，會擱再舉辦示威。後一邊示威是有定日期，自紅磡行到九龍城，一個2倍東西結集，分別自將軍澳加港西道動員。反送中遊行無停，不過根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港警準備要透過面部辨識系統來確認示威者的身份。目前已經鎖定700人，包括伫咧7億公立立法會、加7億樹沙田衝突等等。這個人大部分攏是25歲以下的人士，包括高中生、大學生，甚至有人伫咧國外留學。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日本，昨日本舉辦參議院改選的投票，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執政聯盟。攏總摕到71席，閣有較晚首相這派支持要修憲的日本維新會嘛有摕到10席。不過首相若要繼續推動伊所主張的修憲計劃，這邊尚無就愛摕到85席才有夠贏呢。照過昨日起來的西雅大安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甲安倍肯定的議員候選人的名邊啊，代表7個人當選。日本21號舉行參議院改選投票甲開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領導執政聯盟摕到71席次，同款支持修憲的日本維新會是搶到10席次，只是這81個席次加上無改選的3個黨的79個席次，猶原無達到修憲人數的164個席次。
安定した政治基盤の上にしっかりと政策を進めていけ、そして国益を守るための外交を進めていけというご判断をいただいた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期待に応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这届选举进前，执政联盟因为决定要起消费税主张修宪，加年金报告问题引起社会不安。严格有关稳定摕到这么多实处，这种长期接近一党专政的状况，和国民党的议员青山反旗嘛感觉真无正常。严格选民嘛讲出因家己的心声。批判するだけで対案がないというか、具体的な対案とか、例えば消費税上げるのが反対なら、それの代替案は何なのかとか。选举内底，互人感觉真特殊的是，伫50名改选的比例代表内底，有一名由政治团体联合新选组推出的得到渐冻人病的传后政验当选，结果对制定心脏弱势者的制度有帮助。另外，不管当局修法偌济届，要求选票价值平等，这个有缘有律师团体提起选区，因为人多也是人少，和选票价值差3倍缩小。虽然这个法院认定无违反宪法，有缘要求政府爱修正确实。记者陈世龙报道。因为今日去撞到恐怖分子的攻击，英国航空公司7月20宣布讲，未来7日飞去埃及的首都开罗，是啦，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签开罗宣言迄个城市开罗，所有飞机班拢要取消。另外，英国外交部也已经针对埃及发布旅游的警戒了。英国航空公司顶礼拜六向宣布，因为安全考虑的关系，取消飞往开罗的航班7天。后要准备登机的旅客拢行到港去。It is very disappointing and frustrating, especially to my kids and family. We have a bigger family over there waiting to see the children. There was no information, there was no help, there was no advice on any alternative ways of getting there. 就算讲英国航空公司无讲详细原因，不过英国外交部竟然才发布旅游建议，表示讲要飞去埃及拄到恐怖攻击的风险会变悬，埃及全境包括大都市在内，拢有拄到恐怖攻击甲暴动的风险。英国航空表示，敢若有确定旅客甲机组人员的安全无问题，才会来飞。No flights for another 7 days, but they've rebooked me onto Egypt's Air, departing merely an hour later. A bit confused because if there's serious security concerns, why would they still allow me to fly from the same airport merely an hour later? 除了英国航空，德国第一大航空公司汉莎航空顶礼拜六嘛对咧宣布，杜慕尼黑甲法兰克福飞往开罗的班机来取消。不过隔当天礼拜顺就佮宣布讲要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风送头，咱来看婚林倒落。倒落车本所临时的转运站，因为之前咱有报过。讲无法度再出去外口去烧，已经囤12000几栋的粪扫，互住伫咧转运站边仔咱市东乡大美村的村民感觉真不满，采取封路抗争，无爱互粪扫车搁再载入来。不满发到抗议口号，云林市东乡上百位的大美村民，上午集结到倒落粪扫临时转运站的出入路口，以铁架啊、竹篙将路口封堵，阻挡倒落市公所的粪扫车入场。村民表示，这个粪扫山愈堆愈悬，和规个砖头充满臭腥味，民众拢唔敢开门窗，生活已经严重受到影响。较早我做船伫遮，较早的时还佫有大台车佫车分落路，今麦拢无啊。啊，总干那山咧，甲问题等落溪底，无人看的所在，但是这个物件会发臭，啊，所以讲拜托因这相关单位爱提出因的魄力来解决这问题。大美村长何树良强调，经过这届向县环保局倒落市公所反映，可能无得到回应，无法度忍受每天的臭味，才决定要来封路抗争。对此，环保局紧急向倒落市公所来协调，表示目前已经找到另外粪扫降坑的地点，同意为今日开始。每个将粪扫载入到家。针对我们既有的垃圾的部分哈，那我们希望说民众这边好就是协助我们好让把路权好开放出来。那我们就是部分我们会做一个清除的动作。那现在我们斗六市公所也正在积极的在发包所谓垃圾打包的一个作业。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目前倒落粪扫临时的转运站，冬季的粪扫量达12000吨，目前协调外关区，每天会当运出40吨的粪扫量。慢公所进行粪扫打包计划，不过因为打包计划阁需要准备期，乃当顺利，伊阁会当处理8000吨的粪扫量，来减少粪扫所带来臭味。记者云林报道。咱来看高雄凤山中孝里，顶礼拜风台来到单，也阁伫咧淹水，因为住伫隔壁四周围遮民宿啊厝，
因有铁路地下化的工程，结果完工了后，工地排水系统拆稀塞啊，工地水排袂赴，灌去到咱四周围的厝边，咱遮的厝内，大家拢怨叹讲吼，毋捌讲40几年来淹甲遮忝的。黄色的水一直拄一个围篱围起来，工地内底流出来，这是高雄凤山中孝里边仔的铁路地下化工地。顶礼拜六上大雨，工地下骹因为无排水沟啊，嘛无排水系统，所以水就向边仔去。规中孝里有2/3的主体拢淹伫水内底。那一天那个水真的很急啊！那个我们是青年路2段马路上啊，正好我们那一排20户的住户都有地下室啊。所以说都淹到地下室，所有的物件，大概拢差不多要淹了100多公分了。这是迄个是属于铁改局，还是属于那个高雄市政府的？我不知道。他们都互踢皮球，是不是登革热得资深员到即马水还搁伫遮？拜一早起登来现场，就算讲抽水机已经连续放3工，水嘛是还袂退，嘛互里面欢乐讲会出现天高热。这个工地正正是铁路局伫施做铁路地下化工程，完工了后，预计要做绿色走廊，啊，毋过工程还未发出去。但是铁路局认定，地下化工程完工了后，就算是高雄市府爱管理。市政府则表示讲，招标无成功进程，拢算是铁路局的，嘛互当地变做3不管地带。民众去甲批评两个单位根本就是伫相踢。今年的3月12有开会跟铁改局讲说，在市政府后续的原道工程没有发包，没有去跟他们做接管以前，这个工地还是应该由铁改局做整个防汛的处理。地下化完以后哈，那个地面上的那个原道哈，在我们跟那个整个市政府的协调，地面上的原道是由市政府来施作啦。铁路局南区工程处表示，工程要做进程，就已经甲市政府确认好，工程完工了后就退场。啊，毋过即个因为工地排水无好，必须自体淹水，会来增加排水系统做改善，卖搁甲市政府去现场来会勘，确认刷落来处理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外岛红头树兰树，兰树顶礼拜有人逼讲，假是有人摕假钱出来咧买卖。就是民众去到邮局用存款机啊寄钱，其中一张1000的，期待煞无收。自然咧，伫咧网络顶头提醒大家爱注意。毋过经过警方查落去，发觉讲，这张1000的应该毋是假，是旧的。台湾银行才有收，假期认无是生本的。警方嘛，呼吁民众讲，毋免伤过头紧张。兰树传出有1000块的假钱，所以民众即摆拢正注意家己手内钱是真的也假。白色的，那个亮亮的没有。因为顶礼拜有兰树民众去邮局存款，其中一张1000块的假期认袂出来，所以民众伫咧网络兰树乡民的群组提醒大家爱注意假钱。国加上最近又阁是暑假旅游旺季，伫岛上大部分的店拢是现金交易，过去也捌发生过这种情形，所以引起大家会注意。有听过，但是目前还没收过。兰树警方向邮局查证，结果大家伫咧传的假钱其实是一张旧钱。离旧钱即天伫咧台湾银行兑换，不过岛上无台湾银行的人话，邮局才把钱退下予假钱的民众。经查后，发现目前尚未有相关报案的情形，可能有民众将旧钞误认为假钞。兰树居民伫咧过去无检查钱的习惯，这个假钱的消息正紧就传开，引起当地民众的注意。虽然最后是错误的消息，不过警方呼吁民众还是要注意。若是收到假钱，赶紧向警方报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德山出德啊，咱这个社区的爸啊姆啊，因用德啊来并一北，结合咱德山的风景的图，实在是真艺术。用德啊并德山的图，互咱的砖头搁较有艺术的气氛。咱来个看卖。老师伫大厅解说，要安怎用竹竿编做一百田仔溪图。大开老大人是这边的实手，本港合作要做成一百比较是搁较大的作品。做这真好啦，做像迄山仔溪安尼啊，真水啊，这无困难，真趣味啦。那种对头脑的运迄落安尼啦，运叮当就对安尼啦。咱到德山出竹啊，毋但有食的竹笋，较早目新山顶南的第一啊。对这老大人来讲，较早做这边是补贴家用，时代变迁，即马变做是伫社区内底交朋友的趣味工艺。所以就是说，竹山
产竹嘛，那这个竹艺方面的是我们竹山特色。好，那么把这个竹的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田子里这边，所以会排这个做一个田子系意象用竹编来做。天价落社区自然资源丰富，参加去更较是热天生水的好所在。社区特别邀请老师结合可爱风景跟在地工艺，指导老大人来编辑版参加溪图。我们中间会把地方的故事、地方的传奇跟竹用在生活上好做一个穿插。那手内底做伫边，老大人嘛交流地方的记忆，这把参加溪图按算8月会完成，为这个山顶的社区增加新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看到竹仔，事实讲，竹仔实在是助人真济。毋但讲竹仔会当变在地多样，咱竹笋食着嘛安尼真好口味。前回国情啊，伫咧讲咱的小报歌内底往往拢是见景伤情，眼看风景，心内才会产生感情。其中原来有一首真有意思，咧学老你所爱的迄个人，生做互你安尼真介意。用竹仔来比拼呢？用啥？用绿竹笋来比拼。这首四句联小报歌讲：君仔生水白稳稳，目睭浮飘定相顺。人拢知影讲定相顺，目睭定顺，就是安尼真诶声人诶心肝。菜中可比绿竹笋。花中可比牡丹盆，是啦。我用实际的描写，我无法度讲迄个13天地外，我就是讲我眼来看到我介意的花草，我来比拼讲我对你的意爱，毋则讲菜中可比绿竹笋，若花中可比牡丹盆遐尔啊高贵。因为我着对你心肝拢互你生气，安尼对调调真意爱，所以平相思的时阵，原来共款用树丛来描写呢，即句讲门前一丛相思丛，相思病老毋知人，有影啦，人伫咧相思吼，规丛树啊呢连，啊毋过先生就是咱台湾话古早咧讲医生啦，先生来看讲无梦，大心来看好当当，所以毋知影讲就是爱对症落药。所以观众朋友，即个相思的心情，相信讲少年捌乱来过，你拢会当体会。规丛相思丛，先生来看讲无梦，特别热啊咧，大心的来看好当当。过来讲一条，原来是树啊，讲叫做大树倒落头向天。规丛树啊若倒落，有影啦，头就向天啊。第二句，即句讲架下落水会光连，架下就是竹叶啊，台湾话咧讲的。架下落水，有影架下拄着水会光连。啊，毋过是咧讲你缘投毋通安尼风神啦，少年风神毋免等，有人比你较少年，所以毋知影讲所爱的人，伊都无照咱的心愿，我爱伊都无爱我，所以用一条小报歌，秘书讲来甲提醒一下：大树倒落头向天，架下落水会光连啦。啊，这拢见景伤情，拢要讲道具的尔。讲你少年风神毋免等，因为有人比你较少年。来，咱过来关心共款是甲农业有牵连的新闻。讲有一寡企业甲咱庄头遮农民合作，带一阵台中囡仔去到云林大溪去体会农民的文化，亲像挽菜西、挽果子，或者囡仔知影讲因所食的物件是对倒位来的。一阵自台中来的都市囡仔来到云林大溪的有机农园，体验做适当的生活，透过到采收甲试食在场的水果来熟悉农作物。走了一下，让我明白哈密瓜跟香瓜的差别。也在刚刚摘香瓜的时候，一起跟那个朋友一起帮忙，一起摘，这样让我感到很好玩。刚刚有试吃那个秋葵？有。你觉得吃起来怎么样？很好吃。农民用有机的产图来种植，种出来的农产品是水佮无毒。囡仔家己采收除了感觉新鲜，嘛会当了解无毒农作物是安怎种植。离地栽培跟一般种在土里面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是介质栽，它所需要的时间跟那个营养分在它的节那边剪掉吧，对不对？麻烦一点，是要每天要。我记得是在。这个活动除了让囡仔对农业有无同款的了解。
嘛看得出地方的企业甲农民合作，为农业的未来打拼的用心，让小朋友他可以从小就开始感觉到这些农户他们的辛苦哦，那可以真的亲自来到这个农田来做一个农地的体验。另外一方面，让这个社会大众可以来更加的来鼓励有机无毒的栽种。农民真骨力的政策，唔但会当提供给消费者安心的农作物，嘛甲有机的概念推广出去，吸引愈来愈侪人来投入，和规个农业环境会当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带囡仔去到田林看，去了解农民的辛苦，即马当时行。咱来讲台中的当时，东安国小，人因嘛是举办，教囡仔讲安怎了解，用在地这些材料、菜色啦、果子啦，来煮真青草、真丰富的料理，真正体会农作物的教育。台顶的土豆、往来甲马铃薯，全部拢是分林在地食材。台中市东势乡东安国小的小朋友，摕着家己地啊，认真种食材，准备甲总铺师学做料理。我们今天就是用云林当地的现有的食材，像是一些根茎类的蔬菜，青花菜、红萝卜、玉米、地瓜，然后就是用这个大火去熬煮，然后用蔬菜的清甜，这样子吃起来也比较健康，又没有负担。为款料、掠菜刀、处理食材到煮食，每一个小朋友拢有总铺师的单。可以啊。我问你，那你今天来玩做菜，你觉得好玩？很好玩。在家有没有帮妈妈做菜？很少，我们平常都妈妈做的。刚用刀会不会觉得很害怕？不会，我很顺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食农教育的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不只认知到说什么是当季的食材，什么是当地的食材之外呢，也可以去自己学习怎么样健康的烹煮。食农教育上大的目的，就是要让小朋友了解食在地、甲食食物的原型，才会当食了安心，食了健康。张家坤表示，希望透过食农教育的活动，帮助分林在地农产，也让更较侪囡仔了解故乡所生产的农作物，拢是农民骨力做食得来的。按细汉就学会晓珍惜食物，甲建立健康的食食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分林是农业的大城市，咱来看讲，遮嘛有乡亲，伫咧教遮的来到分林服务的国际志工。用西里在地这些材料来做豆奶、做葱仔饼，分享讲台湾也有这款的好滋味。放整齐一点。老师是真有耐心地讲解，在国际之间嘛真认真学着将豆腐、豆腐甲糖水加入去罐仔内底，完成了生豆乳的过程。这之间无来讲感觉真有趣味，嘛对豆乳的好滋味真学乐。I tasted tofu and soybean before, but never like this.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ry it. 我没想到今天来这边学了之后，学到了如何腌制以及如何存放豆腐乳的这些东西，也让我们学到以前人如何去保存他们的食物。西里豆乳拢是以在地食材来制作，相当出名。所以利用文教基金会今年举办国际志工营，就安排志工来做豆乳，学习古早人的智慧。我们带领志工们去做一个豆腐乳的教学，那我们希望透过带他们学习怎么制作豆腐乳，把平常你吃饭会用到的豆腐乳这样的小东西带到全世界。现场除了做豆乳之外，各个志工嘛亲手来学做着这葱仔饼，无人讲练手艺，嘛使练着英文。我讲的是台湾披萨嘛，然后就教他们做，用面粉真的是好好玩哈。不仅加了我们一些农特产品，就是葱跟九层塔，可以做一道非常好吃的一个饼。台湾一直打拼，要行上国际舞台，就要参加着国际志工的活动。无来讲会使帮助别人，嘛会使将台湾文化甲在地好食物件分享出去。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饼，好消息！乒乓的小将林文如伫咧 T2 乒乓的选秀赛马来西亚之战，打败中国的争球王范振东，摕到冠军。另外，台湾羽毛球的一哥周天成嘛，伫咧印尼羽毛球的公开赛去摕到冠军。
对手回球挂网，台湾羽球好手周天成总算摕到1年公开赛的冠军，添加倒伫咧涂骹。丹麦对手 Anders Andersson 也对咧倒伫咧涂骹，跟硬要甲小天倒做伙，争做一个高水的卫冕。这场冠军赛由世界排名第3的周天成对决世界第11的 Andersson， 虽然争世界高手小天总赢，不过有3场甲22回丹麦新球车拍满3局，头一局小天捌摕到6个局点，却去互对手连续化解4界，一直到第5个机会，才因为对方回球出界，以21比18赢。第2局2个人是拍甲真激烈，虽然周天成化解4个局点，搁捌出现一个冠军点，最后是选择无要接这球，不过裁判认定这是界线以内的球，最后比赛以24比26去互电动赢一局。小天伫咧决胜局的后半段将分数扭开，拍91分钟了后，才总算以21比15摕到第3局，也摕到胜利。这是周天成生涯头一座超级直升系列赛的冠军，也是台湾选手头一届伫1年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伊感谢1年球迷替伊热情加油。It's amazing. It's an amazing stadium. It's an amazing fans. Unbelievabl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brilliant. Thank you. 去年亚军小天摕咧遮输互地主的选手，甲金牌无缘。今年伊搁转来这座球场摕到冠军，创下生涯新的里程碑。同款摕到头一座冠军的，也搁有台湾17岁拍乒乓的好手林云如，伊伫咧倒球全新赛事 T2 选秀赛，马来西亚站决赛甲中国前球王樊振东 PK， 一开赛就赢2局。虽然樊振东伫咧第3局的时有赢，不过林云如真紧将节奏找到转来，抢到第4局也听牌，因为第4局拍煞已经超过赛事规定的24分钟，所以第5局就猜抢5赛制，也就是先摕到5分的人就用先赢。结果林云如最后以5比0将对手拍甲稀累累，摕到 T2 选秀赛首站的冠军，90万美金的冠军奖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来发展影视的产业。中台湾影视基地经过真侪年的计划甲建设，总是伫咧昨正式落成咯。车架伫咧油压平台顶面，工程人员当咧做细部调整，后边的瀑布投射出真逼真的街景。透过这油压平台，会当模拟汽车行驶时阵的感觉，嘛会当提供上好的摄影角度。所需要用到的那个动态的那个动作，把它记录起来之后，那我们用6轴平台的这个平台来把它做一个重现。伫外口这座自动池是李安咧翕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时阵使用的，即马保留伫中台湾影视基地，会当提供几啊种的自动角度以及水下摄影的需求。开7亿8千万的中台湾影视基地，第2日正式开幕，内面包括人工自动池和深水池，阁有2座专业的室内收音摄影棚，按算的以特效和翕水作为发展重点。那这个硬体设备俱全的情况之下，新闻局本身又提供影视的协拍、影视的补助，还有影视的投资。那我们很希望说，台中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影视重镇。目前这是台湾头一座，嘛是上有规模的公办民营专业片场。除了伫下半年和周边的朝阳和亚洲大厦3下合作，培养在地人才。庆祝的中亚北地公司表示，已经有不少国际团队来勘察，想要出境。我们有跟他签保密协定，这个剧组可能没办法讲。我们现在来接触有来台湾这里看过的是那个好莱坞一个剧组，这个大概在6月的时候来看过。那台湾当然有很多剧组来看过。中亚北地公司表示，会提供专业课程和邀请技术人员，提供后勤拍片的资源和需求，卖和国际团队合作，让专业度更加提升，打造中台湾变成影视重镇。记者综合报道。摄影师曲万兴，东华运动兄弟拢叫伊小枪。30几年来，伊用镜头记录台湾的民主运动。永暗9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咱来看曲万兴一路行过来辛苦的过程。1985年，升起立法委员孔令祥创办的北控年代担任美术编辑，为了要去民进党伫圆山创党，才开始接触摄影的工课。我以前拢爱标示嘛，所以用真笔去画嘿。主张台湾独立自由，国会全面改选，5亿代代学生日戒毒戒严。30年来，曲万兴用影像记录着改变中的台湾。台湾人权、北控年代、台湾甲世界。关怀杂志，几十本党外杂志封面拢是设计。伊将党外工课所翕的相片出版成册。你看迄当阵，
立法院甲国民大会吼，迄个老贼哦，前几个吼，93年哦，足侪平反运动的迄个2平反运动的传单，头拢我伫遐设计较济啦。这张是吼，1989年迄个乌名单的抗争吼，是咱会知影讲，迄当阵足侪海外乡亲哦，伫90年代以前吼，要转来台湾是足困难的代志吼，拢有乌名单的限制吼，乌名单限制。所以因中拢爱用偷渡的八枪啊方式吼，转来台湾吼。所以迄当阵足侪乌名单的抗争的文宣哦，我拢帮因做，足侪人毋敢去做这种代志啦。啊，因为伫90年代以前足侪禁爽嘛吼，啊调查局拢会甲伊逮嘛，啊，就甲伊禁过嘿。啊，迄个年代大部分人足侪美工拢无啥敢做这种代志。讲到迄寡日子，柯万兴对每一张相片、每一个行动，安怎闪瞥警备总部的对管，拼命赶过迄寡日子，记忆犹原清清楚楚。记者综合报道。这阵仔天气无介稳定，咱赶紧来看明仔载各地头详细气象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9度，上悬32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的播新闻，我是吴国清，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